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6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台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伫双十暗会讲，中国无可能是咱的母国。中国今仔透早随派16架军机绕台。总统视察新北金山甲万里的灾情，讲到明年治水防灾预算551亿，希望立法院赶紧通过。以下这要一档真侪国家的人民抗议战争，意大利有警察和百姓起冲突，英国是支持者相对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双十暗会昨暝伫台北大巨蛋举办。总统热情着致辞的是讲，中华民国今年113岁，若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拄过75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能是中华民国的母国。这款言论毋但中国掉脚当地，这各地媒体嘛真关心。前往新北勘仔的总统赖清德，一直听到祖国论无停落脚步来回应，只是时间看进前初5双十暗会，伊的这个讲法引起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已经伫太平金马落地定根75年，若做有人要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福词爱正准，唔通用祖国这2字。赖清德总统用了基础的事实，用了强大的逻辑，证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也用了中华民国，也用了113年来团结台湾的最多数人。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让现场的人非常傻眼，因为所有去参加国庆晚会的人都是来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没有人是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啊。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唔但引起正大的讨论，就连英国卫报网站的首页嘛，以台湾总统讲大陆中国唔是祖国，也因为阮的中华民国更较老来报道，国内学者也有无同的看法。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篇幅里面去着重于113年啊这个75年？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见仁见智。非正式场合，那么是一个不是准备好的这个讲稿上面来讲，我觉得也还算是可以啦。正式的国庆谈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加严肃，我们的立场会更加的清楚。咱的国庆伫初10举行，总统赖清德即天的演讲一定会引起各国的注意，嘛会影响两岸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双十暗会昨暝一个煞果，中国都未得啊。今仔透早8点50分开始，中国连续派16架战机甲无人机来扰乱台海。今天上午8点50分开始，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歼16、空警500等各型战机以及无人机计20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国防部表示，中国军机飞过中线，走来台湾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台湾的国军拢有派进无机弹甲飞弹系统来掌控中国所有的行动。今仔下晡，总统府头前是双十典礼彩排。今年同款有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直升机调大北国旗飞过总统府头前。用鹰机队采大雁队形，飞入来为国庆午宴来做开场。国防部联合各队甲三军二队以超型技术配合各队变化队形，展现团结同心、安家邦。陆军专区学校战鼓队甲机步333路步工良上来出场，精彩演出吸引大家注意。软
场表演了后，正式进入大会仪式。CH47吊挂国旗入场，国歌由古林头建议参战英勇代表甲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这团体斗阵领唱。国旗有的在天上那个飞机飞过去，就很撼动人心啊，对吧？我刚刚都站起来敬礼啊。小朋友喜欢看仪队，对。哦，对，我觉得都不错，哎，大家都很用心在庆祝国庆这样。在空军雷虎小组冲场了后，国庆午宴才结束。原来国庆日迄天的天气，因为台北季风报道，正方面的北部、东北部会有一点低渐顺雨。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可能在10号的可能水汽是比较偏少的状况下，11、12又会有降雨区域范围会比较扩大一点的情形。民间气象公司是分析，这摆季风并无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虽讲各地气温下降有限，而且北部加东北部高温大约伫27到30度，中南部高温可能有30度以上。记者综合报道。三道之风台造成北部上大雨。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去视察新北金山、万里甲瑞丰的灾情。总统表示，明年治水防灾预算是551亿，希望立法院赶紧甲通过。另外，嘉南的碧山山水社区的住户甲市长谢国良တင်情，希望帮助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嘉南碧山山水社区伫三道二风台走了后，市政府派人去清除粪扫，协助居民重建工园。只是去住户厝内涂骹也真侪土石土沙，根本无法度住人。当地住户赶紧甲市长တင်情。趁这2天假日，先恢复就是整个大家日常生活可以饮水，然后还有那个车库出入的部分。灾情严重的还有新北的瑞丰地区，伫瑞丰高岗后壁的山坪，因为大雨崩塌，附近教室暂停使用。行政院长杜英泰找了金龙校园视察，答应会伫经费方面尽力协助，以学生安全上优先。114年到117年4年的预算，我们也会框列350亿，希望能够有效的来整治。帮忙这些老旧的教室。另外，伫新北瑞丰阿里公园本来有大面积土石崩塌，阻断唯一的另外道路。虽然抢修了后通车，现场也是有人员伫指挥交通，唔敢大意。镜头外看新北万里地区，总统赖清德伫经济部长郭智辉、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同，先前往大坪国小附近的元潭溪视察了后。再过到金山老街，一个一个甲打商面对面了解受灾情形，强调明年中央所编列的治水防灾预算会比今年加159亿，总金额达到551亿。这笔预算，今天不分党派的委员都在场，我们希望预算能够尽速审议，然后地方政府能够尽快的得到这笔经费。从宽、从速、从优的方式，来3个面向来帮助我们的受灾户，加上。中央今天也说，我们会按照凯米台风的方式来给商人下乡来补助。勘灾过程，总统赖清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互动正接，因为要解决治水问题，爱靠中央政府看部会，甲地方政府同心合作，才当互饮水问题袂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三道二风台省长高雄，拢总有20万户停电。路边拢是落落的空板，或者是倒去的树仔。伫大寮区、大寮里断水失电是超过60点钟，居民真不满，煞是敲电话去骂里长。大清环倒伫路边树尾挡一个车道，高雄大寮光明路这路段，七早早起还佫会当看到一寡还未清走的树尾。我整理要做唔使啊，所以我就家己整家己做啊，真正做出地互你要在乎做实在啊。点头主动甲路树清去路边，就惊阻碍交通。三道二风台强风大水雨，车衫侵袭高雄，倒起路树灾后第3天都还未清煞。受灾严重的大寮里，差不多3000户停电也是停水。虽然台电赶紧抢修，里长甲职工嘛拍拼整理环境，不过因为有部分地区停水停电超过60点钟，引起住户不满。你们打电话来帮你知道他多辛苦吗？我们已经会通知他们来了。里面插任的冤家是为着复电速度加救灾紧慢这问题。大寮里长讲，接到辱骂电话超过100通，有人骂甲真歹听，互救灾救甲受伤的伊感觉真失志，想要清洗。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畜生，对不对？我已经做得很累，从树上摔下来，我没有去怨言过一句话，结果呢还要被人家这样骂。风这么大了，你居然说没有很严重，为什么不要赶快去抢修？啊，别人的小孩都不是小孩。
大寮来坑里前一暝福电，民众透早公园提水管清理乱关关的路面，把停电差不多20万户的高雄，经过工程人员无暝无日的抢修，到7日下晡3点，还阁剩818户停电。台电表示会继续抢修，赶紧复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本土天狗节的疫情，台北文山区增加一例基因定序确定甲新北军事案有牵连。调查的行踪嘛发现讲，新北中和的确诊个案，捌去过台北这案因兜附近的菜园，即马这个所在呢嘛已经列做高风险区域。环保局人员来到菜园啊，喷药消毒，并且有防疏散警戒，提醒民众最近莫入去种植。因为最新的天狗日疫情调查显示，新北市确诊个案报告台北市文山区确诊个案因兜附近大约7.5公里的菜园啊活动，区公所甲这个所在列做高风险的所在。离岛更加是连2天出动志工团，伫周边清理消毒。看物件也是所在有积水无，希望疫情莫拖开。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志工团队不定时甚至定时间，也都去各死角去注意这些环境卫生的垃圾源头，把它做一个清除。新北市的个案有一部分有台北市的这个活动足迹，特别是在文山区有一个菜园，已经进行拉警示线来做封锁。军喷药面积已经超过18000平方公尺。清朝军报的这些物件，军上报天狗日个案总共有62例，全数是天狗日被盗第2型，均无有同情也是死亡案例。疾管署拜六发布基因定序结果显示，台北市文山区天狗日本土病例，甲新北市中和甲新店区互相烧的个案定序结果同款，研判是来自同一个互相烧的事件。提醒北地风险区活动民众自我健康监测14天，也提醒风台过了后是天狗日加强防治关键期。目前台湾是在新北跟台北有这个登革热的疫情哦，那南部本来也就是传统上登革热好发的地方，所以南北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在台风过了之后呢，尽速清理家户内外的一些积水容器。疾管署呼吁民众爱尽紧把厝内底积水的物件清掉，若去过上报天狗日风险的场所，一旦出现症状，看医生时也甲医生讲去过倒一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拍要1年啊，还未收煞。真侪国家的人民抗议示威，反对加沙战争。伫咧意大利，因为禁止街头抗议，警察和百姓起冲突。那英国支持以色列民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伫街头相对架。这里甲苏维的街路炸开，国也支持向示威民众喷气。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都要满一冬，全球各国有真侪抗议人士行上街路，要求结束加沙走廊的冲突。意大利首都罗马当地初五，将近60名的抗议人士，不管当局的禁令，在市区抗议游行，爆发甲警察的冲突，正做暴力事件。Siamo venuti qui per dire no alla guerra, per dire no al genocidio in Gaza, al Libano, al Yemen, basta guerra, basta appoggio dello Stato italiano e poi il divieto delle manifestazioni pure, è il nostro diritto di esprimere. 同款的抗议活动嘛，在英国首都伦敦发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在街路诉求停战，却拄到支持以色列的团体，也以色列国旗，双方一度对峙，在警方的隔离之下，才无爆发肢体冲突。Israel has every right to defend itself, and we should be supporting Israel more. Stop arms for Israel. Stop the genocide. Stop the apartheid. Just stop the war. Stop killing people. 除了意大利甲英国、德国首都柏林的抗议活动，有差不多1000人参加，并将亚巴勒斯坦的国旗，讲这是种族灭绝的元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数千人上街路示威，讲以色列是杀手，欧洲是赞助的人，包括美国甲智利这些国家的城市街路，嘛拢有民众抗议，诉求停止以家冲突。除了小停巴勒斯坦的民众抗议游行，各个这周末嘛有部分地区会出现一寡小停以色列的活动。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动的冲突，嘛增加愈来愈凶啊！以色列连续攻击黎巴嫩，法国总统马克宏都呼吁国际爱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批评禁止送武器的国家应该感觉见笑才对。
以色列甲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当地5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甲南部地区发动连续真济的攻击。同一天，佮公布一段影片，讲发现真主党用伫攻击以色列的军事防空，当250公尺设施内底，沿路拢有军事装备、甲粮食、水食物资。伫以色列调来红毛头有办车了后，甲防空封锁起来。对以色列扩大攻击黎巴嫩，法国总统马克宏伫5月发起国家峰会闭幕仪式面顶，呼吁各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寻求政治解决方式。Et donc oui, si on appelle à un cessez-le-feu, la cohérence c'est de ne pas fournir les armes de la guerre. Et je pense que ceux qui la fournissent ne peuvent pas chaque jour appeler à nos côtés au cessez-le-feu et continuer de les approvisionner. 马克宏强调以色列有自卫权，也毋嘛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呼吁应该要即时停火。虽然马克宏言论得到法国国内左派人士的支持，也毋纳坦雅胡批评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西方国家，拢应该要感觉见效。As Israel fights the forces of barbarism led by Iran, all civilized countries should be standing firmly by Israel's side. Yet President Macron and some other Western leaders are now calling for an arms embargo against Israel. Shame on them. Well, let me tell you this. Israel will win with or without their support. 中东冲突愈来愈严重，各国嘛继续撤侨。澳洲第2只的撤侨班机飞离黎巴嫩了后，5月已经平安飞到塞浦路斯拉纳卡国际机场。斯洛伐克的头一批46个人的撤侨航班嘛平安登去到当局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不过第2批44名的公民嘛会赶紧撤离。另一只土耳其的渡船嘛伫当地5载运各国的公民差不多350人，为黎巴嫩迪利波里港出发，照海路撤离黎巴嫩。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转来到国内，台中一间连锁的豆花店，今年1月开出一张发票，有着1000万。想袂到有人少想这笔钱，竟然假做法院的公文，讲这张发票毁损啊，叫店家就要补印。加在这1000万的奖金，早就互着奖的人领去啊！元港无用市市经理台面，台中一间豆花店今年1月开出一张1000万特别奖的发票。最近煞有不法人士想要假造台南地法院的公文，讲做发票毁损，要求店头要补印。他先问我说，这几天有没有那个财政部公文下来给我们，就是要补印给他。我就说我还没收到。店头嘛毋是真相信，要求爱留法院的影印本了后补印。好在再补印的消息，伊嘛引起中区国税局的警觉出面查证，确认公文是假。奖金嘛早就互发票真正持有人领走，嫌犯则无骗过面，转来目前交由台南2分局地检办。国税局的人来求证，说为什么这张发票会在做补印的动作？我说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台南的地方法院开出来的一个公文。照统一发票几种办法的规定，发票因果破损无齐全，也是写的内容无清楚，会当提关发票去开发票的店，经过店主确认发票收集年甲存金年是同款的，会当补印一改。不过若是拍无去，是无法度补印的。国税局提醒民众，使用发票载具欠起咧线顶，会当降低发票毁损，也是互人偷领去的风险。店家补开了，要拿这一张补开的发票跟登记不清楚的那一张发票对奖，也会有机制来跟我们来确认说这张发票是不是可以对领的发票。接获不明或是可疑的电话以及简讯，请立即拨打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警方提醒民众多方查证，表示提假公文想要补印中奖发票诈领奖金，恐惊涉犯伪造文书加诈欺罪，已经发公文要求嫌犯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桩公电贪污的案件，中华关议员詹木君伫咧应征做乡长的时，和公所的主任秘书涉嫌污洗，甲公电业者交结，昨已经去互检方羁押禁见。去年10月18，中华关永靖乡福兴村甲4叶村的村民，不管乡公所出租第6公墓，予供电业者来种电，到乡所去也运作抗议。当时乡公所解释讲是前任的乡长詹木君所规划。检调今年6月发动调查，发现詹木君做乡长时，甲4年的前乡公所主任秘书涉嫌勾结业者，这是发动搜查。这个时阵2个人被关押禁见。任被告詹姓议员、林姓前主秘2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收受贿赂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其余部分被告分别以新台币10万元至40万元不等之金额交保。
参谋军连任2届，应前乡长了后，伫2022年又搁当选中华县议员，检调击败总共受查5个所在，并且带回19名被告甲证人。参谋军是全部获任这个犯行，新任的前主任秘书是承认有涉密，也毋过讲无贪污。因当地社区发展协会对一开始就反对政电，也认为是乌相作业。这个消息当然是真欢喜啊，因为毕竟一开始阮就感觉有问题啊。我们坚决不让他做了，因为这个东西对社区来说，对整个村庄来说，只有坏处，没有什么好处啊。我早去社区，大家嘛就讲，还好当初我没有坚持啊，所以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啊。好营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第6公墓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面积大约有2.9公顷，也过乡公所甲业者伫2020年签约了后，到2023年拢还无举办说明会，也偷偷来动工。因当时就怀疑讲有官商勾结的问题，俊前乡长洪关亚因支持检调，继续来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但年10月前后，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拢会办新文化运动会。今年特别办特展，互民众了解日本时代警察制度是安怎运作的，佮是安怎影响咱台湾人的生活。即马台北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身是日本时代1920年起的台北北警察署，是台北目前上有规模的警察局公职。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会对这段古迹的历史出发来规划特点。新文化馆希望透过展览，互民众了解日本时代的警察制度安怎影响台湾人的生活。课本都学过，就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就是无所不能。其实我们是在逛这个馆，然后才发现有这个展。这里原本就是北部的警察署，所以能够在警察署里面介绍说以前的警察到底是怎么训练的，然后他们是管辖的范围是什么，我觉得就蛮有趣的。台湾老一辈的时代，定会讲大人要来甲你掠，叫囡仔就要听话。伫咧1926年，台北州警察卫生展览会，台北画一北南无警察大菩萨的海报，一手行刀，一手提佛珠。警察除了治安、嘛管卫生、鸦片，也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控等等。警察的权力真大，会使讲是台湾总督府职权的实际执行者。南无警察大菩萨，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主标。那我们这次有点像是要把它解构，就是说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大菩萨根本就没有那么神。他其实透过很多的法条，透过很多的训练，然后希望让透过大家这个展览的话，能够去更理解说，当我们选择让警察或者说某些公务机关它的权力无限扩张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其实不好的效果？新文化馆表示，战后国民政府沿用日本的警察制度，也拿北苏的空间嘛，抢做白色恐怖时期新门关押政治犯的单位之一。今年新文化运动会除了结合古迹办特展，新文化馆嘛会办导览，带民众去演过北苏警察大人的管理范围行大，互民众了解北苏的工课，嘛毋忘对历史有愈深的思考。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剧剧团、阮剧团举办剧场公众节活动，应用一档的时间找出地方的人甲故事，透过工作坊、展览甲讲座，分享地方的文化，增加甲在地连结。溪口乡布袋戏演出时会使用的彩楼，东石乡市蚵仔的产业知识，大拿店用手干仔说的故事来讲较早大拿酒店内底的代志。这场展览的物件，拢是台剧表演艺术团队阮剧团要来向大家分享的地方精神甲历史文化。因为过去展览伊是较资料性的，但伫咧这个展览伊是透过一个较动态，也是较艺术性的一个手法，甲这个趣味啊，甲一个来。算是内涵啦，内涵来呈现互咱遮的民众朋友安尼。一直推广台语戏剧演出的阮剧团，伫即届剧场公众节当中，用工作坊、讲座甲展览的方式，若要分享各乡镇地方创新的成果，嘛希望找到未来新的文化行动。我们跟不同的社区的伙伴合作，邀他们来也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从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观点去讲这个地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未来可以怎么样？甲所有咱参加社区工课的人做伙结合起来，讲一寡较有系统性的，这几档到底做啥物代志，一个经历看会当做伙以后会当做伙搁做啥物行动，我是感觉这是足难得的这个机会安尼。阮剧团表示，因剧团的成员成立地方文化工作团队，用一档的时间伫家己县的山区海线记录在地历史甲故事。即届借着活动的举办，互相交流，希望透过社区共学共创的方式，会当甲地方的人事物产生更较侪连结。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车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